亦師亦友嘅關係係有助營造溫暖嘅學習環境。老師唔單止傳授知識，更會設身處地咁樣走入小朋友嘅內心世界，傾聽同理解佢哋嘅心聲。我哋營造正向、鼓勵校園嘅氛圍，俾小朋友勇於發問、樂於探索，即使遇到挫折，仍會感受到堅實嘅支持。當教導與陪伴同行，學校就會成為一個育才嘅地方。小朋友可以喺呢度歡笑咁成長，成夢想翅膀，翱翔四方。香港擁有高質素嘅專業教師隊伍，佢哋以專業知識、熱誠同埋因材施教嘅能力，幫助學生全面發展，為社會培養優秀人才。敬師唔單止係對教師個人嘅尊重，更加體現咗對知識同埋文化傳承嘅重視。敬師運動30週年係一個重要嘅里程碑，再次肯定專業教師隊伍嘅付出同埋貢獻。喺呢度，我衷心向各位默默耕耘嘅老師致敬。